后来乡亲啊，明仔载开始有3天228的连假，有不少人头尾阁请1天，连续5天出国游览。桃园机场大约掠一个人数，讲5天差不多会有69万人出国。今仔日甲明仔载出境的人上多。要特别来提醒，3月开始要就无人机进前，这个手机啊电都要充好把。因为中营、华航等等的航空公司拢有新规定，这个无人机顶袂使使用行动电源。迎接228的年假，旅客准备出国享受假期，是讲都爱先伫机场柜台头前排队，有民众假拢早就请好啊。我们要去那个日本仙台，也是因为有年假，刚好连休3天，用请假的方式，然后带小朋友一起出。韩国，请2天前后。今日桃园机场的旅客真多，所运期间拢总5天。桃园机场估计总运量大概是69万人次，平均一天的运量大概是13万到14万2千人次。连假期间，上热门的旅游国家就是日本。嚟日本出世，享受世界景点。2月日本游玩有真济市场开放，另外韩国、越南加香港、澳门也真适合规划第一期旅游。是讲民众若要出国，特别当无早行动充电器，就放在包包啊。想要找行动充电器坐飞轮机，到了禁止脱分。华航、中营甲立营拢宣布3月7日开始，伫飞行中选定禁止使用行动充电器，而且佮建议讲唔通放伫椅仔顶的柜仔。啊那新武甲虎航伫过去早就禁止，比较安全啊。哎呀，因为行动电源也是不太稳定的东西。有时候飞机有那种可以直接充，就不需要用行动电源的，我觉得那样子也可以。1月富山航空这技术因为行动充电器致使飞轮机墜毁，少数禁止旅客伫飞轮机顶使用行动充电器。如今国际的航空也对你实施，都希望会当减少意外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